来关心疫情过后，即马大家开始咧出国啊，所以航空业已经开始咧复苏。传出国泰航空业绩才拄变好尔，说互乘客指控讲，空服员其实袂晓讲英语的人客，佮叫人客讲毯仔甲地毯的英语拢分袂清楚。空服员的行为伫网络引起批评，国泰航空已经3届发表声明对外回释咧，即马嘛表示会甲这3个空服员洗头路。 有中国嘅民众2日坐国泰航空伫成都飞香港，伫机舱内听到空服员用英文伫咧笑就的乘客，加无毯的英文讲做地毯，伊就录音铺喺网络顶，指控国泰航空嘅服務技師。对录音的内容听到，因讲旅客若是讲袂出无毯的英文，就不爱互伊无毯。3个空姐愈讲愈欢喜，一直讲袂停。At Cathay Pacific, the world is at our fingertips. 官方嘅宣传影片，空服员正亲切，因过加这么乘客指控嘅体照旅客形象差正多。 國泰航空一連2遍發聲明道歉，講已經暫停相關空服員的工作，並且內部也進行調查，3天內公布調查結果。因國互網友笑講，敢若是無影無緊。並喺23暗，國泰國發第3遍的聲明，講會將涉及這件代志的3位空服員辭掉，強調個別員工嚴重違反公司的規章加道德準則的行為，公司無法度容忍。這麼就看乘客是唔是有法度接受。記者綜合報導。